好多人都覺得咧，老爺奶奶咧其實係冇義務同你湊孫嘅。咁如果佢冇義務去湊細路仔，咁等到佢哋老咗，我係咪都冇義務去照顧佢哋咧？咁啊唔得喎，法律規定咧，成年嘅子女咧係要贍養父母嘅。對方冇義務幫你湊小朋友，但係你有責任要去照顧佢。係啊，唔單止老爺奶奶啊，你嘅爸爸媽媽其實都冇義務幫你湊小朋友㗎。更何況老人家帶細路仔咧，其實未必係好事嚟㗎。即係你等於一台新時代嘅電腦捉60年代嘅軟件咁，你覺得台電腦有競爭力咩？呢件事其實唔複雜嘅，其實你將一個家庭睇成一間公司，而每一個家庭成員咧都係公司職員。點樣可以將呢間公司做大做強咧？就係每一個成員都要各司其職。我哋仲要保證咧呢間公司有足夠嘅流動資金啊！嗱，公司冇錢點辦啊？會倒閉㗎喎，後家就散㗎啦。咁就要每個成員咧兼顧多幾個崗位啦，即係好似咧老爺奶奶啊、阿公阿婆啊，咁啊幫手做保姆，又或者你自己啊，朝頭早翻工，晚黑翻嚟做保姆咯。如果你上間公司唔冧嘅話咧，一個員工兼幾個崗位。嗱，呢個時候咧，老人家就要諗啦。你想要一個幸福而安逸嘅晚年咧，無非就係增加你呢一個公司嘅總營收啫，係咪先？公司請多一個保姆，咁你晚年就少一份保障。所以你幫仔女湊小朋友咧，其實唔係蝕底嘅，係你提前投資啫。